來看有一個食到90歲去參加今年大港開唱的阿嬤，即馬伊是唱甲抓袂掉哦。今仔日受到台江鄉勇的邀請，伊去大埤湖棒球場為比賽開球。領隊講，邀請阿嬤主要是想要製造話題，甲結合在地，而且阿嬤佇咧現場骹手扭捏，真有活力的模樣，嘛是想要鼓舞大家勇敢追求夢想，其實是無分年歲。開場進前先甲球員做陣練習，90歲啊去參加大港開唱，佇網絡唱紅的大港阿嬤佇金枝19營中一個台江雄鷹邀請，佇高雄定情湖球場開球，是正罕見的高齡素齡開球來賓。阿嬤穿90號的球衫，球投出去全場給拍波啊！少年做慣事啊，無感覺啥啊，袂啊艱苦啊。每年剛哥會去跳舞啊？唔知咧，每年代志也唔知咧。啊，有想要去嗎？有機會袂。以前中華職棒抑個阿錦在頂比賽開球來賓，大部分攏是明星，或者是黃仁勳、王靜佇頂各界的牛人。也無也毋是中職第一遍有高齡素齡開球，台江去年就邀請102歲宋江定賽區開球，19對陣的樂天桃園2公里事業不邀請98歲國軍英雄開球。是因為一直強調屬地主義跟在地結合這個部分，所以行銷團隊就覺得這個是跟我們創意，然後跟在地結合這個部分是有連結的，好，所以我們立刻就想要邀請阿嬤來參加這個開球的儀式。阿嬤在比賽前也個專案去做頭妝，過去2禮拜也個家己做棒球在厝門口一直練投。90歲啊，也是真有活力的大港阿嬤，對音樂節棒球賽攏真好奇心，積極的人生態度也感動並且鼓勵真儕網友勇敢追夢，無分年紀。記者綜合報道。